598蚊雙龍出海海鮮刺身啊！有兩隻小青龍搭埋象蜜蚌啊！新西蘭黑金鮑、北極貝、富貴蝦98蚊一隻啊！呢啲就係叫做深圳嘅物價啦。喺香港啊，閒閒地都要3、5千蚊先落到樓啊！香港人帶路啊！今日又嚟深圳羅湖去食一間海鮮批發價嘅海鮮打邊爐啊！你好，兩位，今天有什麼好的海鮮啊？新鮮的海鮮。韓國的紫金螺，這個要98。呢個新西蘭嘅黑金鮑啊，細嘅188，個中嘅238，呢個大嘅靚女揸住嗰個288，大家睇下，睇到3個嘅對比啊！呢個瀨尿蝦138蚊一斤啊，成個手臂咁粗，呢啲青龍啊，全部都5、6兩啊，多少啊？28。88喎，邊度嚟㗎？呢度係加拿大268一斤，美國象蜜蚌188一斤。你咁開心嘅，你見到咁大，見到咁象蜜蚌你就笑喺度。可以刺身，可以打邊爐。陽澄湖嘅大閘蟹啊，呢個係8兩嘅，呢啲係7兩嘅，78蚊，9兩同埋10兩98蚊啊！你中意食邊隻啊？我中意食乸嘅咯。中意食乸點解？因為乸咁都高。上一次嚟咧就試過呢個魚湯底啊，咁今日咧我想試下呢一個豬肚雞湯底啊，598蚊雙龍出海海鮮刺身啊，呢個真係抵玩啊！呢啲配置係香港啊，起碼過1000蚊啦，但係呢啲貝類咧就係會隨機嘅，睇下嚟到係乜嘢啊！上一次食過呢個黑金鮑刺身啊嘛，哇，對佢念念不忘啊，冇得輸啊！呢個黑金鮑啲邊咧咬落去彈口啊！象蜜蚌啊，都成差唔多半年嚟啦，品質都仲係冇咁冇變啦，排晒隊嚇，見到幾多人？呢個青龍肉啊，好似啲鑽石咁樣，爽甜啊，有龍蝦味，好出糧，北極貝。好有海水味啊！如果大家怕生冷嘢嘅話呢個可以有一個198蚊嘅海鮮盤打邊爐啊，128蚊嘅雪花牛肉片盤，你睇下大家係胡椒豬肚雞湯底啊！而家就咁聞咧，都好有呢個胡椒味啊，好有牛肉味啊！呢個咁嘅價食到咁嘅牛肉，咁嘅品質牛肉，冇得好講啦！168蚊啊，紫金響螺，我真係未食過。同埋口感係脆㗎，真係爽到嗦嗦聲啊！裏邊夠晒鮮甜啊！呢一個刺身啦，我建議啊，淥一淥2秒會好食好多啊！甜味咧會比食刺身咧更加出。鹹蛋黃富貴蝦98蚊一份啊，係做緊限時優惠㗎嚇！唔知道你哋睇到嗰時嚟嗰時係咪咁樣啊？佢個鹹蛋黃搞得好好，啲肉質都好鮮甜，好彈牙，哇，好野味喎！而家又到食蟹嘅季節啊！哇，幾多膏爆晒膏啊！呢個仔仔係我今年第一次食，哇！啲蟹肉好結實，好清甜。埋尾飲翻杯牛魚薑茶。我今日食嘅價錢同品質啊，只限於我今日嚟嘅食到同埋感受到㗎咋。下集更精彩。